家己当少的矫情社区最近邀请戏剧老师来教士大人搬戏，唔但会当增加社会参与甲生活趣味，也会当减轻身躯顶的退化。社区时代无物件，演互别人来要。嘉义县当朝向矫情社区的时代，即马当咧上戏剧训练的课程，在当中101岁抗五像阿嬷，佮甲后生做伙来上课。啊，伊本来拢咧困啊，咱踮厝拢咧困啊，来这样吹手片照啊，啊，骹海手摇啊，大家都爱来啦，注意啦。啊，最可惜的是妈妈叔叔他只知道他有骑过，其他都忘记了。除了互时代练习表演，为了增加因的表达能力，老师佫请因爱准备家己的物件来讲故事。老师表示，即马是第2届上课，时代的表现拢真好。透过不一样组合的戏剧游戏，那互咱的时大人会用个有较侪机会去表达因家己，讲因在地的故事。社区的时代讲课程趣味佮好笑，逐礼拜拢咧等上课。主办的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指出，社区的时代透过上课接触无同的文化，嘛丰富因的生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